耶，可以过哎。你知道他怎么弄的吗？那是一条线，right？Let me see。我想可能不是。鱼线、铝线，这位同学。所以差不多2寸至3寸。它怎么搞在里面的？either 血还是它是粘在一起的，绑住粘在一起，然后 burn， 是 burn 吗？它有这个是用那个中国结的那种绳子，所以笨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塑胶的，它有塑胶的成分在。